2022巴西听障奥运，咱台湾计共有39位选手参加8项目，其中射击这个项目的柯明瑞才16岁，是本届上届少年选手。另外，也有伫个新疆奥运打破全国纪录第4摆参加听障奥运的高嘉瑜，也有一个资历正深的选手廖水友，大拢把握最后机会加强练习。 专注认真、稳定完成动作。台湾射击选手高雅茹，2009年捌伫台北听学摕到1块银牌、1块铜牌，更加伫今年的新疆运破全国纪录，有18个比赛经验。这些太大好嘛，对不对？我抓起来那个觉得，因为他们两个都没有出过，也没有长得不多，就是希望可以致力到那边好好的比赛，就给他排回来。 另外一位选手柯明瑞今年才16岁，也是这届听障奥运上少年的选手。头一摆参加比赛，希望会当拼头名转来。我拿第一名，他拿去排回来。雅茹本身在射击技术上、经验上是很足够，剩下的就是这个场地啊，能够提供他多练习的这个机会。 那明瑞刚刚才打完这个全国身心障碍运动会，也打完一个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，成绩都不错哈。那瑞友的话也表现的，像我们的测验，他表现的也是不错的。那我们觉得都是充满希望。张嘉诚讲，射击比赛稳定的技术是上基础的，搁来就是选手的心理状态，只要有法度正常表现，相信要摕牌转来拢是无问题。记者杨淑晴、谢桂林、桃园报道。